香港人點樣喺淘寶領取國寶呢？記得成條片睇一次之後先至去開始去操作。首先喺我的淘寶入邊嘅設置，點選國家與地區，然後設定成中國大陸。身份認證一定要係用回鄉證，用大陸嘅銀行戶口同埋大陸嘅電話號碼。當你嘅戶口係咁樣設定嘅時候，就去淘寶首頁，然後推薦嗰度睇下有冇國家補貼。如果冇嘅話，你就向左滑，跟住去全部頻道，跟住向下滑，揾到國家補貼點入去，咁佢就會去咗你預設收貨地址嗰個地區。點選箭嘴呢個位置，你就可以修改你嘅收貨地址。唔同嘅區份係有唔同嘅店鋪優惠嘅，揀一揀篩選，可以揾返你想要買嘅貨品種類，去選擇你想要買嘅貨品。跟住付費方法一樣啦，去返你嘅購物車，點選咗嗰種貨品之後，撳結算。咁呢個時候佢跳出嚟嘅金額呢，都仲係未扣除國寶嘅，只係扣除咗其他嘅優惠啫。因為我試嘅時候已經領取咗，所以呢，而家嘅顯示係已經領取嘅。咁如果大家係未領取嘅話呢，嗰個國寶位呢，就應該係好似運線庫咁有個圓圈，到時你哋撳一撳佢就可以領到噶啦。咁檢查到顯示咗已領取嘅時候呢，大家就可以撳提交訂單噶啦。提交完訂單之後，大家檢查下個銀碼係咪已經扣除咗個國寶，係嘅話就可以輸入密碼俾錢啦。